你有冇見過你屋企隻貓貓吐毛球呢？我相信每一位主人都會經歷過呢個問題。大多數主子咧見到隻貓貓吐毛球，第一時間梗係去買支化毛膏啦，係咪？好合理喎，毛髮塞咗啊嘛，食一食潤滑就 OK 啦。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國際貓科醫學會指出，頻繁地吐毛球嘅話，唔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嚟㗎，係一個疾病嘅信號。而最諷刺嘅就係網上面教大家，貓貓只要遇到吐毛球，喂，買支化毛膏搞掂啦。但係呢支化毛膏唔單止唔可以解決問題，仲可能掩飾咗身體嘅信號添。化毛膏除咗掩蓋呢一個警報之外，其實仲有一個更嚴重嘅問題，有機會仲會傷及你嘅主子添。大家好，我係 Alex， 記住呢條片睇到最後啦。我哋先講下一個掩蓋嘅問題先。研究指出，健康嘅貓貓腸胃咧係完全有能力將日常舔入去嘅毛髮咧，通過大便嚟排出嘅。貓貓頻繁地吐毛球，每個月超過2次以上嘅話，往往都係胃動力衰退或者係皮膚、心理嘅疾病。但係好多主人一見到吐毛球，第一時間就係餵化毛膏。貓貓食咗之後係解決咗好似個問題，但係頻繁吐毛球呢一個問題嘅話，其實仲喺度嘅。而我哋又繼續用化毛膏作為一個日常嘅保健，就形成一個循環啦。腸胃有問題，頻繁地吐毛球，化毛膏呢一個循環咧，你再唔會發現到原來你嘅貓貓係經歷緊呢一個腸胃嘅疾病。化毛膏除咗掩蓋咗呢一個腸胃嘅疾病問題之外，市面上大部分嘅化毛膏原來仲有3個危害主子嘅問題㗎。但我哋一一拆解啦。第一個問題，化毛膏主要嘅成分咧就係礦物油同埋白凡士林啦。咩嚟㗎？呢個就係石油嘅副產品。石油喺地底裏邊抽上嚟之後，經過高溫嘅提煉，最頂嗰層咧係天然氣，中間咧就係汽油、航天用嘅煤油、柴油等等，而最底層咧就係瀝青同埋白凡士林嘅原材料啦。跟住再經過呢一個分離同埋呢一個加氫蒸製咧，就可以做出咗白凡士林啦。咁樣白凡士林對貓貓身體有咩影響咧？白凡士林進入咗腸道之後咧，因為佢係石油嘅副產品，貓咪嘅腸道嘅細胞根本上邊就唔認識佢，係吸收唔到嘅。同埋礦物油係一種極佳嘅非極性溶劑。當礦物油咧進入咗腸道之後，貓貓所需要嘅脂溶性嘅維生素咧，即刻就會俾礦物油吸引住咗，並且溶解咗礦物油裏邊。跟住腸道咧，因為唔識佢，所以就吸收唔到啦。由於腸道無法吸收呢一個礦物油，呢啲溶解咗礦物油裏邊嘅珍貴嘅維生素咧，就會同便便一齊去到貓砂盤度啦。長期咁落去嘅話，你嘅貓貓咧就會營養不良。咁點解仲要有礦物油嘅化毛膏咧？喺醫學臨床上邊咧，因為佢係用於急性嘅用藥嘅。如果你嘅貓貓便秘或者係急性嘅堵塞嘅話，食呢種化毛膏咧係有幫助嘅。咁但係從營養角度嚟講嘅話，長期用作一個日常嘅保健話係十分之唔建議嘅。第二樣嘢就係防腐保濕同埋呢一個增加佢嘅黏稠度。高糖分咧係可以抑制細菌嘅增長啦，延長保質期嘅。但係貓貓係一個絕對嘅肉食性動物嚟嘅，佢嘅身體根本上邊唔可以有效地代謝咗糖分嚟嘅。長期咁樣食高糖嘅食品，血糖就會飆升啦，胰島素就會分泌大量出嚟，將個血糖下降落去。長期咁樣循環嘅話，身體嘅胰島素就會崩潰啦，有機會造成呢一個糖尿病㗎。但係呢個唔係最壞嘅一部分喎，仲記唔記得之前我哋講過每個月吐毛球2次以上呢？你隻貓本身就已經有緊腸胃嘅炎症啦。如果身體仲有大量攝取呢個高糖分，呢啲糖分呢就係炎症嘅燃料。大量嘅糖進入咗已經發炎嘅腸道裏邊，會餵養咗有害嘅菌群，增加呢一個腸道嘅炎症。原有嘅吐毛球症狀係嚟自於腸胃炎啦，跟住你又餵呢一個高糖嘅化毛膏，反而更加之嚴重，又係一個輪迴啊！第3個傷害咧就係防腐劑同埋呢一個添加劑啦。我哋知道化毛膏裏邊係有水啦、糖漿啦、肉啦，呢啲極之容易腐爛嘅，所以一定要加防腐劑，同埋仲要掩蓋礦物油嘅味道，所以仲要加香精添。呢啲添加劑咧，
有好多種類，有啲咧就比較溫和，有啲咧好危險㗎。譬如好似苯甲酸鈉咁樣啦，嗱，呢個防腐劑對貓貓嚟講係好高嘅毒性㗎喎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貓貓嘅肝臟裏邊缺少一種酶，佢叫做葡糖醛酸化酶。咁呢種酶嘅作用係做咩呢？就係幫助身體分解同埋排泄化學物質啦。我哋人類裏邊係有嘅，狗都有，但係貓貓嚟講嘅話係冇嘅，或者咁講啦，有都係好少好少。如果為咗呢一個苯甲酸鈉嘅話，對人同狗係好安全嘅，但係對貓貓嘅話係代謝唔到喎，所以就會慢慢累積嘅身體，最尾就會變成一個毒藥。好似仲有其他嘅防腐劑，例如好似 BHA 同 BHT 咁樣，雖然佢嘅毒性唔及呢一個苯甲酸鈉咁高喎，但係佢哋都可以干擾到個內分泌㗎。貓貓長期攝入嘅話，會影響身體嘅激素嘅平衡，激素會影響到代謝、免疫同埋生殖系統㗎。同樣地 ，BHA 同 BHT 都會出現喺人類嘅防腐劑裏邊啦。如果有消化系統嘅問題嘅朋友咧，最好就唔好長期食用啦。嗱，回到最開始嘅問題就係點解你嘅貓會吐毛球？嗱，國際貓科醫學會裏邊解釋得好清楚，健康嘅貓貓咧偶爾吐毛球咧係好正常嘅。舔毛嗰陣食咗啲毛髮消化咗，吐出嚟 ，OK 冇問題。但係如果你嘅貓頻繁地吐毛球，每個月超過2到3次嘅話，呢一個係一個異常嘅信號嚟㗎。可能係咩原因？嗱，腸胃嘅炎症啦、IBD 啦，或者消化功能障礙、食物唔耐受或者係過敏添。如果過度嘅舔毛，可能就係跳蚤啦，或者皮膚病，或者係壓力嘅導致。嗱，以上嘅問題，你需要嘅唔係化毛膏，你需要嘅係獸醫嘅診斷同埋對症嘅下藥，同埋食物嘅調整。如果我哋貓貓頻繁地吐毛球，我可以做到啲乜嘢啊？第一步嘅就話就帶去睇獸醫啦，去檢查一下，排除咗係腸胃嘅疾病嘅話，如果確定係冇疾病，只係一個正常嘅毛髮嘅累積嘅話，其實有幾種方法係可以幫助到佢嘅。第一個就係物理嘅梳毛啦，呢個最基本嘅，每日用把梳幫你隻貓貓去梳下毛，咁樣食落個肚嘅毛咧就會減少咗好多噶啦。嗱，第二就係膳食纖維啦，洋車前子殼粉同埋呢個南瓜泥咧，呢啲天然嘅膳食纖維係可以促進到腸胃嘅蠕動啦，等毛髮自然可以從糞便裏邊排出，同埋仲可以改善到呢一個腸道嘅菌群添。嗱，第三個咧就係蛋黃粉或者係一個卵磷脂。嗱，毛球通常唔係單純嘅毛髮嚟嘅，係毛髮加埋呢一個胃液同埋黏液黐埋咗一齊。蛋黃裏邊嘅卵磷脂咧係天然嘅乳化劑，係可以幫助到呢啲毛髮解結解開，更容易通過呢個腸道排走。第四個就係魚油啦。嗱，魚油咧係可以改善到皮膚同埋毛囊嘅健康嘅喎，減少咗呢一個季節性嘅異常嘅甩毛。但係記住，貓貓係唔可以食大劑量嘅魚油㗎，唔係嘅話好容易引起呢個黃肢病。嗱，總結一下啦，吐毛球睇落好似好普通，但係背後隱藏咗一個真實嘅疾病。化毛膏好似好有效，但係掩蓋咗問題，同時可以傷害身體。我哋可以用新鮮嘅食物去代替化毛膏。洋車前子殼粉啦、蛋黃粉啦，或者卵磷脂，或者係魚油。嗱，今期節目我哋到呢度啦。鍾意我嘅頻道，點讚加關注，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。記住，我係用最科學、最簡單、最實用嘅方法教你養寵嘅 Alex 寵物營養師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